嗱，講到風土啱啦，屠牛嶺嘅風土同世界邊一啲地區咧係好相似嘅啊，同埋咧秋山谷這個地方嘅酒，為什麼能夠釀出這股味道？其實咧呢個世界咧不同嘅產區出優質葡萄酒都各有不同，所以點解話特色？點解人哋話盲品一品啲酒，就認到某個地方嘅特色。如果你一定要話我即刻諗到話同邊個地方有相似咧，就 Provence 普羅旺斯，因為佢好近海，蓬萊又好近海，所以咧佢啲酒有一股鹹鮮嘅味道，就配送好好㗎鹹鮮。因為啲酒咧葡萄甜啊嘛，釀出嚟啲酒咧就鹹鮮咧，就係佢魚味咧就係甜中帶鹹，配當地嘅蝦蟹咧，嗰啲肉咧就係甜嘅，鹹中帶甜，配甜中帶鹹。普羅旺斯就有呢樣嘢，但係普羅旺斯就冇嗰種甘苦嘅味道。甘苦嘅味道咧，蓬萊係黃渤海，黃海長期吹東南風，台灣啊、菲律賓啊，渤海長期西北風，東南西北一撞，黃渤海嘅水域就好安靜啊。所有微生物沉底，趴喺海底嘅海鮮，尤其是深海龍利魚，好肥嘅，好香，但係油膩。嗰個甘苦味道咧，一刀就破開個泡油，就好和味嘅，好舒服。咁你話有相似嘅地方就近海普羅旺斯，但係甘苦嘅味道咧就唔係好多地方有嘅，所以各有不同。好難講話某一個產區同蓬萊係非常相似，各有不同。所以係獨特嘅味道。冇錯啦，呢度就係一個獨特。所以因此咧。最近蓬萊咧俾 GWC Great Wine Capitals 被選為觀察會員國，咁跟住咧，如果如無意外2年之內咧就變咗係正式會員國。Great Wine Capital 咧就係佢哋去揀地方啊，唔係話政府去申請，每個國家只能夠有一個地方代表某個國家，而咧。而家目前差唔多有12位會員啦，都係譬如 Napa 就係代表美國，波都代表法國等等。咁所以能夠將煙台揀咗係可能13個國家之中，全世界有獨特色嘅酒，各有不同，每個產區。所以變咗咧就係唔係話你蓬萊自己話天下無敵，係人哋點樣揀你啦。所以蓬萊嘅酒就好特色㗎。係，所以真係。聽到呢度都有一種衝動啦，真係要想去試呢個酒。如果要試咧，真係要嚟呢度啦。